香滚滚的菜脯米，甜蜜蜜的红豆啊，搁咸搁甜的绿豆，蚵仔签、炒土豆。哎哟，敢若都这侪款，这草仔粿是要经倒一款？待囡仔人唔知着爱拣，咱气魄上好，头下拢甲包起来。草仔粿唔但会使食只腰，阁会使食平安，阁会使辟邪富贵赚大钱，有无？哇！若讲到草仔粿，恁大家敢捌想过，迄个草到底是啥物草？有人讲是用刺壳草来做粿，嘛有人讲是用杏草来烂粿。这支草甲迄支草到底有啥物无同？刺壳一寡地头讲触壳，你若斟酌甲吹，伫个触角的石头旁、田园内的菜果，是趴远的土地，无的确你就会看到这款草啊。所以有的乡亲伊会甲伊写作是触角草，嘛有一寡人因为腔口的关系，甲伊号做刺壳草。刺壳草较早伫田园内是足够炭的哦。会甲农作物烧蒸来输养分，毋知互农民当作是杂草甲挽起来。有当时佫会互人摕去饲鸡饲鸭。毋但安尼，刺壳草咧开花的时阵，拄好拄着咱清明备忘的日子，因过就会趁即阵摕刺壳来烂粿，摕来祭拜咱的祖先。所以这款草仔粿嘛，互人叫做刺壳粿。江湖一点诀。你若要挽这个刺壳草啊，会使先甲伊顶面较幼的花，甲剪叶啊压起来，安尼才袂去食到下骹呱呱的叶啊。你唔通看鸟的无点哦，因为掺刺壳，这个粿食起来才有清芳的滋味，而且伊佫会使止嗽化痰、治下骨、甲气管发炎的症头。毋过路尾足侪田地，拢互建商摕去起楼仔厝。较早一世纪拢有的刺壳草，即马颠倒愈来愈罕的看到咯。有的生理人想要互人客食到古早味，就爱专工去挽，也是爱去青草仔店、网路顶头买便的。若较够工的，规去家己找一块地来种。刺壳草毋但是草仔粿的原料，嘛是真侪人怀念的清芳气味。以后你若咧路的看到人咧卖草仔粿，会记得问头家，你这敢是刺壳草所做的？香普通时会互人当作是草药啊，有健胃、开鼻、去除寒冷湿气的效果。重点是杏草嘛会使来做草仔粿。亲像有一寡客人自以早都有甲杏掺入去自美册烂的硬板，若现煮时，因为刺壳草较歹找。颠倒杏草四季拢有，所以嘛有专门咧种植的产业。有的乡亲伊就会用杏来做草仔粿。这个杏粿甲客人的硬板要共，不过有时阵逐位包粿的鸭是无共款，食到的滋味嘛是无相同。有人讲客人的硬板因过有分做甜的甲咸的两款，咸的会包菜脯米。假肉甲香菇，若甜的咧会包红豆丝、乌毛也是土豆。以早厝较粿较会包咸鸭，亲像是菜脯米。尾仔凡说是受到客人的影响，才开始包甜的鸭。即马咱食到的口味，才愈来愈侪项。毋但是刺壳草甲杏草，阁有足侪草啊会当摕来烂粿。亲像咧空仔寮会用茶仔叶来做粿，伊的色水是较深哦。毋过草仔的芳气会较减淡薄啊。若亲像娘仔叶，伊虽然会当来做青色的粿仔皮，毋过本身是较无芳气，嘛较无亲像别款草仔会当互粿皮有 Q 的口感。过来亲像这个鸡屎丁啦吼，这名听起来是怪怪，因为伊闻起来实在有够臭。但是摕来做粿，煞颠倒芳芳，阁甜甜。有的人会摕来拜七娘妈，感谢保庇囡仔熬大汉。草仔粿会当食饱，嘛会当食卡。你若叫是这敢若是老岁仔爱食的米，你就对袂着时代咯。
即马毋但有草仔粿的凉水，还有草仔粿的披萨。草仔粿虽然看起来要共要共，但是认真来食，才知影讲是一地一风俗，这拢是咱上爱的台湾味。朋友啊，你敢捌食过无同款的草仔粿呢？会记得伫下骹留话，互阮知影哦。